1890年，Tesla 已經為研究新技術，在為科學再行前一步嘅時候，愛迪生仍然執着於對西屋同 Tesla 嘅抹黑行動。為了能令紐約州盡快執行第一宗電死刑，愛迪生為此提供一切支援去推動，而只利用之前對動物嘅經驗，就以最快速度去實行。由於低估了可行性，行刑中發生了絕對災難性嘅恐怖事件，其恐怖程度實在不忍細說。不單如此，愛迪生從媒體及政權上的全面性打壓行動令市民產生恐懼，更進一步利用商界華爾街強行要求西屋即時支付對 Tesla 嘅承諾分紅。在這以超越商戰的行為下，希望令西屋銀根不足下破產，而重新佔有市場。Tesla 知道後就不作心思，簡簡單單直接將西屋承諾分紅的合約銷毀了，直接將交流電相關技術公開及專利無償免費給大眾使用。這無私的精神已經令各界譁然，更令愛迪生嘅吞併計劃失敗了。但愛迪生對 Tesla 嘅攻擊仍然未完。